刚得隐而未现的罪，请陈牧师。两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要来讨论一个检查会，互你感觉足刺激的。牧师今讲的话，我无爱听。牧师检查照着圣经咧骂我，但是两位兄弟姊妹，我绝对袂徛伫遮骂人，因为我骂人的同时是咧论断我家己的罪。你敢知影牧师徛伫这个所在是直接面对上帝，上帝直接击打的所在，所以你毋通就是徛伫遮足熬、足欢喜，徛伫遮是爱足细致的，每一句话爱互圣神引带来讲。但愿今仔日所讲的会当帮助咱三个来祈祷。听我的爸上帝，我的心真正艰苦。因为伫即啊，人爱成功，人爱追求家己的欲望的时代，有足侪人讲罪算是啥物？有足侪人无愿意面对伊心中家己的问题。总是主，恳求主怜悯阮，互阮渴望你的话语，互阮的罪会伫你的保护洗清。拍通阮的心，互阮的心柔软，来承接主你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这个题目“隐而未现的罪”，简单来讲是讲暗前的罪，你伫暗中会发生的罪。有当时你家己嘛毋知，但是伊就忽然间照着你的情绪爆发出来。这句话是记载伫诗篇19篇12节甲13节。咱来看诗篇19篇12节，伊讲：治水会知影家己的过失啦。啥物人愿意赦免我看袂到的过失？伫天主教的圣经内底，伊讲啥物人会当认出家己一切的犯罪？求你赦免我遐个无察觉到的罪，就是讲我家己嘛毋知影为虾米发生。所以这个隐而未现的罪，包括咱平常时疏忽。咱家己无感觉安尼是罪，咱无意中讲出来，却是互上帝无欢喜。这就是叫做暗前的罪。诗篇19篇13节，伊接续佮记载另外一个罪。伊讲求你阻止奴仆无犯任意妄为的罪。无用阮这个罪来管辖我，安尼我就免犯着大罪。两位兄弟姊妹，什么叫做任意妄行的罪？任意妄行的罪是人类所犯的第一个罪，人类所犯着的第一个罪吼，这真趣味。为什么人类会犯着这个任意妄行的罪？伫咱的白话字圣经翻着讲挑剔的啦，故意的。所以伫有人真爱读诗篇90篇，讲迄摩西的祈祷较会遐熬，特别最后迄4节，为着伊家己，为着伊的囡仔，为着因的家庭，为着因的将来祈祷，足够祈祷咧。我足爱吼诗篇90篇。有一句话讲，上帝啊，照你互我苦楚的日得到欢喜。我若有50分的苦楚，我嘛要有50分的快乐。这是摩西足够祈祷。另外一个真互人介意的祈祷，就是诗篇19篇12节、13节。
伊才咧互人带人要安怎对付咱所拄着面对咱所拄着的罪。罪有故意犯的，这包括你无相信上帝，你自负，你骄傲，某一种罪你真爱上帝，但是无意中确实会发生。咱等者会甲圣经内底足明显的例提出来讲，咱会甲圣经内底遐个爱咱必须爱知影的。但是，伫咱要看圣经内底的例以前，咱先来了解一项代志。罪是啥物？罪是每一个人一出世就要面对的功课。无人敢讲我无罪。即卖一般人甲罪的定义，可能是讲害人、放火、欺骗、抢、偷摕。这才是罪，但是耶稣讲的罪，咱来看，记载伫马可福音7章21节。耶稣讲，耶稣讲的罪，伊讲吼，这罪是伫咱的心中的，只有咱家己知。你心底有底什么货？伊讲你对心内发出的是歹的念头。歹的念头，过来你私通，过来偷摕、害人、奸淫、贪心、邪恶、奸诈、放肆、歹目。这个怨道的台语的翻译叫做歹目。我足爱这句话咧吼，歹目吼。咧怨道一个人咧用奇怪目睭甲看，是叫做歹目。歹目伫旧约的圣经，迄个怨道的解说吼，真趣味哦。伊讲，互你的骨消阳。你兄弟姊妹，上帝足疼你的，你绝对无怨道别人。怨道别人是安那？你的骨准消去，别人准比你较大声。你永远甲你家己看做，我较会遐无效，人较拢比我较好。吼，真趣味的翻译，歹目。过来诽谤，我因为这个人互我无欢喜，我就甲伊诽谤，也是骄傲。有的基督徒真骄傲，伊感觉伊比别人较好，其实无啦。我伫社区安尼咧行达，咱社区有足济真好的人，包括咱对面咧卖面迄个阿婉啊。迄是我足钦佩的一个妇人人，过来张狂、猖狂啦、狂妄，这个歹，耶稣讲，这个歹拢藏伫你的内面，毋知什么时阵要走出来。检查你听人咧分享讲，哇，上帝足祝福你的时阵，你就开始歹目。为什么上帝祝福你？为什么上帝要祝福我？啊，是别人的囝为什么遐成功？咱就开始心肝愤愤不平吼。伫咱的中间，咱会当听人咧讲话吼，带着酸味。我嘛捌看过会友，迄伫我听起来应该是咧讲怨道啦，所讲出来的话。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讲，外面的世界的物件无法度污染你，但是这个物件伫你的心中走出来，伊就污染你。遐个暗箭的罪，你毋知当时要走出来，但是你若是用阮这个物件藏伫你的心中，伊有一日会突然间爆出来。咱再来看，为什么咱爱认捌罪？讲一个足现实的层面，咱爱对付罪，因为罪是阻挡咱摕到上帝恩典的一个力量。当你了解罪毋是一个名词哦，罪是一个动词，一个力量哦，伫你的心中，伫你的生命会发生真侪阻挡你
领受到上帝恩典的馈赠，咱就爱好好啊来对付伊。基督徒必须要学习做，爱认捌做，因为规本的圣经，每一个人，每一项代志，拢咧写伊的罪，上帝安怎面对伊的罪，安怎调整伊的罪，伊的罪的代价是啥物？你若详细读圣经，拢是遮的物件。你若要真做一个，互上帝欢喜、感纳，一直不断领受上帝恩典的基督徒，你必须要知影，你的罪甲你挡伫倒位？你的心中有啥物阻挡？咱来看以赛亚书，伊安怎讲？最阻挡咱甲上帝关系。以赛亚书59章第1节甲第2节，伊讲看，耶和华的手毋是短，袂为拯救；耳孔毋是重，无听到，是恁的罪过，互恁甲上帝隔断；恁的罪恶，互伊对恁耳面无听。恁兄弟姊妹，安尼咱就知影，基督徒必须爱对付罪，因为罪阻挡咱足侪上帝的祝福。有几项咱必须要了解，罪互咱失去愿望甲祝福，恁领受袂到嘛？一个基督徒无法度领受到上帝的祝福，那安你做基督徒拍算去？最互咱失去上帝的保障，因为你家己妄为，你家己感觉就是上帝，你有法度解决。上帝讲安尼，你要挖靠我啥物？圣经有一句话是上帝讲的，伊讲吼，尊重我的，我就该看作宝贝，看重伊。但是若是藐视我的，藐视我就安那看轻伊。所以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安尼哦。你尊重伊，你愈需要上帝，上帝愈甲你做伙。你若感觉我家己会当解决啦，我家己会当做主啊，啊是有的人一世人信主，但是伊的行为却是甲上帝无关系。那安尼，咱会当看出伊的生活可能充满着苦楚，最嘛咱失去圣神的馈赠，最嘛阻挡咱进入上帝丰盛。咱兄弟姊妹，咱要搁倒转来看塔拄仔所讲的诗人所祈祷的迄两个罪，咱若详细注意想，伫圣经内底。迄个暗箭的罪，伊安怎发生？有一个例，就是摩西。摩西是上帝敬的人，伊要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离开因做奴才的地。当伊带即群百姓要去甲上帝应允的土地的时阵，即群百姓行到倒，插到倒，其实是。足老的一阵吼，乌合之众啦。吼，听讲历史学家讲，即内底毋是只有以色列人，即内底佫有走路的，佫有伫埃及无法度生活的，逐种五路人拢夹我来，因为因感觉摩西要传移民去一个老年甲密的所在，哇，这个所在足好的。但是伫出来，因面对着迄款生活的困境。无菜通食，无肉通食，无水通啉，因行到倒，挨到倒，骂到倒。上较严重的，就是咱今日要讲的即届《民数记》20章，因行到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拢总是旷野。若是照着历史学家记载，伫1956年，迄个所在才开始
做水管牵到遐，互迄个所在有水吼。迄所在即嘛是以色列人咧管辖的所在，遐无水，即阵百姓挡袂牢啊！因要摕石头甲摩西钉死，嘛要甲亚伦拍死。迄个时阵，摩西甲亚伦，你看一撮咯，即阵人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但上帝拢是安那，互因食饱，因爱食肉就有肉，因爱食菜就有玛纳，因爱啥物就有啥物。但是今日行到遮无水，因开始乱啊，乱到尾啊，因要甲摩西佮亚伦拍死。摩西甲亚伦足受气的，因就到上帝会幕内底祈祷了。上帝讲：啊，你着举我迄支上帝的管，然后你叫石盘出水，石盘就出水。摩西出来，甲迄阵百姓带到迄个石盘迄个所在，迄百姓一定搁踮遐一直闹。你有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吼，那像我定定会拄着，逐个人拢讲伊家己看到的迄面，所以摩西足受气的，伊就举伊迄支上帝管安那讲迄个石盘，大力讲两下，要讲以前因骂迄阵百姓讲。恁这足悖逆的人，我敢来水互恁啉。但是讲了水流出来，大家咧啉水的时阵，上帝话就临到摩西。上帝讲：摩西，你伫众人的面前看轻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有感觉伊看轻上帝无？无啊！但是伊伫服侍的时阵发生地。上帝讲：你着举起来，甲只讲好，只流出水，伊就流出水。为什么你来举起喊，举起受气？你看轻我，安尼我无要互你入去，我要收拾恁的土地。所以摩西伊一世人希望甲这百姓带去到上帝所赏赐的地，但是伊行到约旦河这边，伊留伫这边，伊无法度过去。因为上帝无容允伊过去，伊伫服侍的时阵得罪上帝。你们兄弟姊妹，服侍是一门足重要的功课。服侍的人一定有这个经验，伊会听到足侪声音。但是咱服侍的人，第一咱知上帝经历服侍，今日若是无你，也阁有别人。为什么上帝要经历服侍？因为上帝看你是第一个好的，第一个要服侍的人。啊，你若讲上帝歹，我做啊足忝的，我做啊足善的，上帝毋惊无人哦，一定还阁有别人。但是服侍的人，伊的目睭爱看上帝，袂使看人。看人你会跋倒，看人你会无气力。看人有当时你会足惨切，看人你会像摩西，一世人遐尼尽忠，但是到最后，伊晒太起圣地，伊伫服侍的内底，互上帝无欢喜，伊失去迄个祝福。所以咱咧服侍的人，咱爱足谨慎，咱嘛爱足注意的。我常常用这个故事来提醒我，毋好犯罪。因为我的个性嘛是真急的人，我记得前2年，咱拢有圣诞剧的演出，迄是爱为9月才开始伫网络找咱要爱的剧本，然后为迄个国家甲买来，全部翻译过来，差爱到10月时阵完成。咱通常会伫11月底做第一届排演。你敢知影？每一届排演的时阵，拢有一个人，伊会留落来看，看了伊会，我讲牧师，你安袂杀进，
你爱安怎吼？我想讲哈，你敢捌做过这个事工？你为什么还留把握？但是我永远甲伊谢谢。排演的过程，第一摆一定足侪人来，然后有人无来啊。最后一届排演，哇，遐人佫拢倒转来。大概排演的人已经固定伊的位伫遐，但是后来才出现的人，伊一定要徛最重要的位，伊要互人看见伊伫倒位。恁兄弟姊妹，服侍毋是咧互人看见，服侍是咧互上帝看到你。咱嘛有人唱圣歌队，伫遐感觉受伤，因为有人甲伊讲：你唱歌安尼足歹听。你要安怎唱？咱兄弟姊妹，人上帝都无咧嫌啊！你是咧嫌什么？咱伫服侍的中间，足容易产生无必要的情绪，就是咱头拄仔咧讲遐心中的不平、怨妒、骄傲、自负，遐物件伫咱的心中。但是咱若一旦拄着别人的话语的刺插，拄着你根本就唔知你要出来共指导，佮有的是来闹的。伊到最后才摕一大堆道具出来讲：哦，我是用我这上好，我这安怎？哇，真正来混乱的。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个性，每一个人面对，咱会使讲一个真好，就讲咱大家拢爱这个事工更较好，但是你的出发点。是毋是带互别人无共款的情绪的延伸？其实，两位兄弟姊妹，我真感谢上帝。伫德堂教会遐尼久，我的身边的人，拢足够服侍的。你有感觉咱的教会照着这期咧换遮的物件无？搁换者。迄个以前咱纯白的，搁或者迄日咱一定要罩上这条绿色的，因为耶稣搁活，春天开始啊，真趣味哦。大概搁或者了，咱外口的花拢开甲足水。恁等下咱去看古车花，真正是水。吼，圣诞节足忝的时阵，咱遐卡多利亚开甲足水的。那像上帝讲，你足爱花，我开互你看。咱有足侪所在，足侪景色，咱就会感觉，哎呀，上帝伫遐咧做工。两位兄弟姊妹，咱今日人捌做，是要互咱家己搁较进步。圣经搁记载另外一个故事，迄个故事是以利的囝，以利囝。犯的罪叫做挑剔犯的，任意妄为。为什么？以利的囝，以利是撒母耳迄个时代的大祭司，以利了就是撒母耳，就是犹太以色列人还未有王的时阵，伊掌管全国，是足有权柄的一个大祭司。伊训练撒母耳，成做一个伟大的祭司。但是伊家己的囝变做撩妹仔囝，今是伫这个时代，咱嘛会当看见，有的老师足够教学生，却是无法度教囝；有的牧师足够讲道理，伊的囝却是无信主。为什么？这我唔知，不便批评。但是咱今日要来看以利的囝，伊伫教会大汉。伊伫圣殿出入入足自由。阮爸大祭司嘛，我将来嘛是继承伊要做大祭司的。伊行来行过去，哇！人家咧奉献，即只牛真水。我爱即只牛的什么部位？吼，伊就先去摕起来。今仔人奉献迄只羊啊，哇！即只羊啊赞，我就共牵的，我就转来，我家己要食吼。伊对人伫上帝奉献的祭物内底足懒散的，
伊爱啥就摕啥。这个代志，人甲伊利讲，这是一个足严重的罪。却是伊利甲讲，囝毋通安尼啦，毋通安尼啦。你兄弟姊妹，你敢甲你的囡仔讲道理无？你的囡仔真大汉，伊比你较敖，伊各方面拢真好的时阵，伊嘛会做毋对。伫迄个时阵，你敢甲讲你安尼袂使做？我无同意，你敢安尼讲无？兄弟姊妹，咱必须爱有这个勇气，好胆指出恁的囡仔毋对，迄是帮助你的囝，嘛是帮助你。但是伊哩毋敢，教别人的囡仔较好教，拍别人的囝可能袂听。所以撒母耳将来成做一个足伟大的大祭司，但是伊这两个囝伫圣殿内底安那游来游去，伊爱的物件伊就搬倒去因兜。上帝无欢喜，上帝叫一个先知去甲讲，你的囡仔若阁继续安尼，我要甲伊带走。但是伊无法度。有一日，上帝共一个时间击打这两个囡仔，互因安那同时离开世间。上帝无欢喜，所以超过伊犯的罪是足危险的罪。超过伊犯的罪，弟兄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咧，甲咱讲一项代志，就是对伫上帝物件，咱爱足细致来使用，爱足警醒来使用，袂当当做你家己的物件，你爱安怎做就安怎做。咱若要领受着祝福，上界重要就是爱尊重上帝才会祭物，就是人奉献给上帝。教会每一个部分的物件，拢是人奉献的。你敢相信？我捌拄着人来教会搬椅啊，讲教会椅啊足济，一块互我坐。我嘛捌有一日拄着人咧搬咱的折地桌，我嘿，你搬这要创啥？伊讲教会几啊地，我举一块转来用。那位兄弟姊妹，教会常常放弃一寡小东西，清洁的小东西。前一站，我囥伫外口。扫涂骹的迄工区，规套无去，我就搁去买一套新的，囥伫遐，足趣味哦。咱办运动会迄日，我倒转来要揉涂骹，迄套旧的倒转来啊，我迄套新的无去啊。咱教会迄个所在拄啊无摄影机，真趣味。有当时后壁老师找无因买的物件。牧师，你有摕无？我讲你莫看看见物件拢问牧师你有摕无啦？吼，牧师毋敢黑白摕啦。嘿，两兄弟姊妹，我伫遮无咧指责任何人，但是我要提醒咱尊重上帝物件。伫教会每一个所在，恁好好啊维持，好好啊安那使用。今日这个根好不容易做出来，咱要留互咱的后代，佮继续使用。有足侪物件，咱过后再插出来，会花了后，树枝伊会收起来，佮一个一个甲套落啊，收甲足好，佮放咧，明年要用。咱若爱上帝物件，尊重上帝物件。迄个罪已经离开你啊！上帝祝福就要一直入来你的内面。圣经有一个记载，伊讲上帝互人1000啦、2000啦、3000啦、5000啦，讲恁去做生意，去做生意。哦，头前遐几千个咱莫讲，迄做5000个伊阁趁5000，转来互伊的主人。讲主人啊，我阁趁5000，伊主人足欢喜讲，这5000互你，我阁包一个5000个红包互你。
这个故事其实毋是讲趁钱，这个故事是咧讲咱运势的运用，运势的运用。上帝伫咱的身躯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承受恩典。这个恩典是啥物？恩典是上帝的恩慈、甲仁爱、甲上帝恩惠、甲疼痛，叫做恩典。恩典就是若像一个礼物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摕到的。但是咧，伫恩典的内面，嘛有一项叫做恩赐。上帝互你足侪恩赐咧。咱教会其实讲，足侪人拢有足好的恩赐。你若愿意互上帝使用，你甲发挥5000分出来，上帝讲安那？这5000分，好，你赞，我阁互你，互你阁较有智慧，阁较聪明，阁较祝福你，我阁另外互你一包，甲这边仔坐，因为你有尽量，我知影你的心，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服侍。但是我真爱讲，你服侍偌济，上帝就互你偌济，这袂输咧甲你用利益交换。这袂输咧，甲你，但是事实是安尼。今日咱咧学习人物这个罪，就是咱咧学习，咱伫教会要安怎共同来生活，咱要爱互咱基督徒的生命更较丰盛，咱会当领受到上帝祝福。所以我头拄仔讲到的，若有插到恁，上帝绝对是咧疼恁、帮助恁，伊要更新恁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做人真艰苦，做人嘛真歹做。我毋知恁有这个经验无？有一遍会友礼拜日摕伊家己做的物件互我，哦，伊讲牧师，我这做足久的，这足好食，啊，真正好食。啊，后礼拜伊佫同款佫摕一包来，啊，我就足直接甲讲，啊，我迄包是还袂食了，你佫摕啊？哦，伊足艰苦心的吼，伊种人讲话足歹讲的，有当时无意，但是听者有意。一个人常常无法度做甲足圆满的。通常咱咧困的时阵，咱会常常想着啊，我今仔讲即句话，可能伤害着某某人。我今仔日做这项代志，可能会互人安那跋倒。兄弟姊妹，这吼就是上帝圣神伫你的心中咧，甲你讲话。你莫一直讲啊，我较会安尼啊，我今仔做毋对啦，我较会安尼，毋是哦。当上帝甲你提醒的时阵，是要爱互你较紧安怎认罪祈祷。你甲上帝讲，这是我无够义的所在，请你赦免我，互我以后毋好阁犯着这个罪，嘛互我今仔所做袂伤害着别人。这就是圣神咧甲你讲话，要更新你的生命，你会足欢喜讲，哎，上帝用安尼甲我讲话。咱再来看一节的圣经节，咱要面对咱的罪，咱来悔改，咱就得到赦免。加略太书甲咱讲，圣经吼，甲每一个人拢用罪箍起来，大家人拢有罪，啊，但是咧。这个罪，咱要安怎解决？咱要安怎甲偷开？咱就要信耶稣基督为咱钉死伫十字架，伊流出宝血，要洗清咱的罪。但是这个代志要互信的人，兄弟姊妹，信仰是足奥妙的哦。有的人吼，你若讲着讲耶稣钉十字架，有的人耳孔就关起来，伊就不爱听。我毋知影为虾米伊无爱听。你讲耶稣为你钉死，伊嘛听无。你甲讲耶稣流出宝血是要洗清你的罪，
哇，这伤过悬啊，我听无。有的人会拒绝食，但是当你的耳孔柔软，你的心柔软，你听落去的时阵，迄就是你的救恩。圣经讲，咱来甲咱所犯着的罪，我相信吼，咱袂去犯遐故意犯的罪。咱拢是善良的基督徒，咱袂去故意犯遐的罪，任性妄为的罪，咱一定唔敢去做。但是咱要知任性妄为罪是咧创啥物？人类第一届犯着任性妄为的罪，是因为伊要家己决定啥物是好，啥物是歹，伊要家己决定。你们兄弟姊妹，伫世间你若是完全照你家己的决定。你决定这个是好，你决定迄个是歹，你就活伫罪内底，因为你骄傲，你甲家己比喻做上帝，咱袂使安尼，咱爱将咱的罪，耶稣基督祈祷，求伊的保惠洗清咱的罪，咱要甲咱的罪安那，甲耶稣同钉伫十字架顶。你会使安尼祈祷，你讲，上帝，请你赦免我，我常常讲话伤紧，检查伤害着人。恳求主，你甲我的罪钉伫你的十字架顶，帮助我以后毋好阁犯着这罪。圣经讲，你若相信耶稣有权柄赦免你的罪人。你得让罪得到赦免。恁兄弟姊妹，恁敢有相信耶稣有权柄通赦免咱的罪？有无？有哦。伫旧约，伊就一直甲咱讲，我是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的上帝呢。伫旧约第一个竞选的人，伊就甲阿伯来喊讲，我要互人因为你得到福气。每一个基督徒拢有即种的力量呢，别人会因为你得到福气，这是你的福气。恁兄弟姊妹，咱毋免惊罪，咱嘛免惊遐伫咱心中一直咧出现，一直咧出现遐物件，因为咱今仔日找到一个办法应付伊，就是当咱做毋到，当遐互咱心中真悲白、惨切的代志，你祈祷上帝。互遐代志毋好伤害我，嘛毋好伤害着别人。当你人歹目的时阵，你怨妒人比你较好的时阵，你毋通安尼怨妒。你爱祈祷，你讲上帝啊，伊较遐好，我嘛要遐好。即款的祈祷总比你伫咧遐惨切怨妒别人更较好，对无？该祈祷啊！你伫上帝内面，上帝讲，我会救恩临到你，因为安那，逐个人拢犯着罪，我要看什么人对伊的罪较敏感，我要看什么人较有祈祷恳求我赦免你，我要看什么人有真心悔改无？上帝咧等咱，伊互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嘛是为了咱的罪来。恁兄弟姊妹。今日咱尝试来将咱交托伫上帝手中，咱拢是罪人，但是咱要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，知影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要赦免咱的时阵，咱要得到自由，咱要得到幸福，咱要得到快乐，咱嘛要得到丰盛的生命。恁兄弟姊妹，我期待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做，毋好互罪迄个力量伫你的心中扩大，毋好互罪伫你的心中安那捆绑着你，无愿意拍开。咱若有当时甲人讲话，你会当听出来，伊咧饿的拢是遐透袂开的代志。一直饿，一直讲，拢总共款。恁兄弟姊妹，咱毋好互咱成做即种的人。咱爱将咱饿袂开、互咱苦楚的代志，咱交互上帝。
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，将咱遮的罪洗互清气，互咱的人生领受到上帝祝福，互咱的人生日日领受到上帝新搁好的恩典，互咱的生命真正活出来，迄个互人欣赏。哇！恁基督徒足好诶，恁基督徒足好诶，咱大家来努力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，这嘛是爱咱大家认真去拍拼的代志。一个团体要互每一个人拢认同、拢欢喜的时阵，就是爱减轻咱内心遐无好的物件。但愿上帝将水佮清气的心思意念放互咱。但愿今仔日讲到，互过去咱毋知遐暗时所发生的物件，咱家己转去，向上帝讨求耶稣基督保护洗清咱，互咱为明仔载开始，成做一个自由快乐的基督徒。但是我要甲咱讲，这无简单，因为对付罪是每一日的代志，是每一日的人的个性无好改。所以圣经讲，黑气的代志真麻烦，罪就是黑气的代志，每一日伫咱的生命内底咧重演。但是咱会当毋免互伊捆绑，咱嘛毋免互伊安那，伫咱的心中做大。咱来将伊交互咱的救主耶稣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爸上帝，阮无爱阮心中所存的歹，诚做影响阮领受主的幸福、稳定的主动。亲爱的主，阮也无爱阮有骄傲的心，有以为家己真贤的心。阮惊阮犯着任意妄为的罪，恳求主施恩祝福阮，互阮学习将阮的罪向你拍开。每一日伫祈祷中，将阮的罪交互你。恳求主将阮心中的黑暗转化为光明，互阮心中罪溃力消扬。只有主你的真理光照阮，互阮成做一个你所感纳欢喜的囝儿，互阮成做见证荣耀主的囝儿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